樓市悶，股市跌，港元有壓力，你仲將所有資產放喺香港？今集講嚟聽，Plan B 唔單止係移民，而係保住你一生積蓄嘅策略。大家好，我係 UKM Wilson。今集呢，唔止同你講資產，而係一個可能唔影響你未來10年財富嘅信號。香港政府呢已經錄得多年嘅赤字啦，今年嘅赤字呢亦都突破1000億，庫房入不敷支，開支嘅壓力呢爆棚啦。睇翻歷史數據啦，當赤字長期化嘅話呢，勢必要通過加稅啦、減福利呢，甚至乎發債去填補樓市所帶嚟嘅收入漏洞。如果你係中產、有樓、有小朋友，又或者有計劃移民呢集呢會幫到你認真考慮 Plan B 點樣部署。喺度呢會同你分析下3大風險嘅。當然啦，喺度做個聲明先，我唔係專家，呢個呢亦都唔構成投資嘅邀約，只係分享下一啲我個人嘅意見啫。第一啦，港元嘅聯繫匯率制度啊，港元同美元呢目前仍然掛鈎啦，但係隨住美國呢一啲重大嘅經濟舉措，例如話貿易戰啦、聯儲局加息等等呢，都令到港元長遠嘅穩定性受到質疑啊。再加上樓市上發展商嘅積壓呢，令到資金冇辦法回籠，成本開支沉重，表現呆滯啊，的確係有呢個脫歐嘅考慮喺度嘅。第二啦，香港樓市結構性嘅風險。香港嘅私樓呢，流通量呢往往比較低啦，大部分業主呢都以自住為主，唔容易轉售，亦都唔容易升值。新一輪嘅資助房屋呢，亦都快將推行啦，長遠呢會壓制樓市。有樓有保障呢一套講法呢，今時今日亦都未必 work。第三啊，股市疲弱，資金外流，新股呢嘅活動減少，大型嘅資金呢亦都遷出咗香港嘅股市啦。唔少中產呢將資金投向其他地區實行用腳投票，希望減低風險。咁有邊幾方面嘅考慮係可以幫到我哋呢？第一，重整香港嘅物業組合。第一步呢，我哋要分清楚自住同埋投資嘅物業，唔好喺感情上呢抱死所有單位。第二步啦，計算風險同埋回報，例如一啲冇租金回報、地點冷門、將來難以成嘅物業呢，應該果斷處理啊。第二步啦，就係分配資產呢去一啲更加保值嘅市場。以外國嘅租務市場為例啦，例如英國咁樣啦，年回報率4至7%呢，大多數嘅租盤都可以揾到。再加上港元同埋美元而家個貨幣唔穩定，反而英鎊呢喺脫歐之後呢都企得好穩。相信以穩陣嚟講呢，絕對係一個值得考慮嘅選擇。第三，生活模式嘅優化。學子華神戲入邊嘅名言啦，喺香港呼吸都要錢啊！始終地少人多，生活成本呢一定有翻咁上下。而對於一啲資產有翻咁上下嘅家庭呢，絕對夠資格呢搬去英國一啲唔係話最貴嘅地段，簡約咁樣生活，將佢嘅資產呢轉為一個守護力，幫佢哋製造被動收入，長遠穩中求勝。喺度呢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案例啊，T 先生啊。T 先生呢喺香港原本有3個物業，已經諗住移民噶啦，但係對稅制呢資產轉移毫無部署，結果呢，因為冇做好稅務規劃啦，喺處理資產嘅時候呢產生意外嘅稅款，資產呢反而因為咁樣而縮水。咁經我哋嘅協助底下，重新申報佢現有嘅資產，以及 claim 翻佢已經交咗嘅稅啦，成功幫佢保住咗資產之餘呢，更加製造咗一個唔錯嘅被動收入，令佢可以喺當地過上一個好唔錯嘅生活。想知道你而家嘅資產情況，應唔應該開始部署 Plan B？ 歡迎透過以下嘅方式聯絡我哋好樂意解答你嘅問題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朋友，歡迎俾個 like、share 去支持我哋。想繼續留意英國移民資訊，亦都可以 subscribe 我哋。我哋好快有新片，多謝你嘅支持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